这边啊，好像是有很多玉米的，好多田。这里啊是有一个山村的，很偏远的样子。放大给你们看，真的是偏远的山村。这边已经是近的山村，远就是偏远的山村。这边还有个房子，是不是？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房子，雨中的山村，给你们简单拍一下。